12月12日，禮拜五。詩篇146篇5至10節，以雅各的上帝為幫助，仰望耶和華他上帝的，這人有福了。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，他守信實，直到永遠。他為受欺壓的伸冤，賜食物給飢餓的人。耶和華釋放被囚的，耶和華開了盲人的眼睛。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，耶和華喜愛義人。耶和華保護寄居的，扶持孤兒和寡婦，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。耶和華要作王，直到永遠。錫安啊，你的上帝要作王，直到萬代。哈利路亞。默想主題：上帝的信實慈愛。默想內容：默想經文當中，上帝嘅作為反映出佢嘅信實同埋慈愛。喺你嘅生活當中，係咪都體會到上帝嘅信實同埋慈愛呢？為此感謝讚美主。上帝要點樣使用你，彰顯佢嘅信實同埋慈愛？計劃一個小行動。今日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就剛才喺默想裏邊所思所想，同主所交談嘅一切。而家上主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要什麼？你會點樣回應主？將一個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單嘅禱詞。吸氣嘅時候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嘅時候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想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：吸氣嘅時候，上帝作王；呼氣嘅時候，哈利路亞。慢慢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念誦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